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台中东势，我要去探访当地特有的信仰。一个是每个东势孩子的干妈师母，以及保佑东势工匠的巧圣先师。这是石头公吗？不是，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殊的信仰，叫做沙条哀。沙条哀就是哀，代表是我们客家里面是母亲的意思。这也是以国语来讲，就是石母。石头之母。对对对。沙条哀，石头之母。对，这是我们这个大毛埔村庄这很特殊的一个信仰，就是过去我们小孩子都有带他的那个护身符在身上。所以等于做他的义子了。我们希望的话，孩子长大也长的过程呢，希望这个头脑就像石头一样硬硬的，头脑硬硬的健壮就好。所以这个石头之母也就像是村庄的妈妈一样的，庇佑着这里的村民。对对对，8月半的时候，小孩子跟母亲提着月饼来这边感谢我们的这个师母1年来的照顾。哇，所以我发现客家人对于这种可能大的石头啊是有一定的尊敬跟灵性，就觉得它是有神明在里面会保佑着，所以就是他们是对大自然是非常感恩加非常尊敬的。除了这个陪东势小孩长大的石母之外，早年工艺鼎盛的东势还膜拜专门庇佑工匠的巧圣先师。我走过很多客家庄，我第一次看过这个工匠始祖巧圣先师的这个鲁班的庙宇，是为什么会在这里建造这个庙？这个说起来就是跟我们东势的开发史有相当大的关系啦。在乾隆35年的时候，台湾道划归了98艘的战船要修补，归台湾负责所以说为了这个修补战船需要的木材呢，才越过藩界进入这个东势地区来伐木。这些工匠或者来这边生活的人呢，大家人心惶惶，所以需要一个信仰的中心，然后让心灵比较安定一点点。这个巧圣先师来了以后呢，真的从此呢，这个就是大家就过得比较平安。因为敬畏大地，祈求后代能够平安长大，因此有了石母信仰。因为从事公益，因此有了巧圣先师护佑八方。东势山城的质朴与虔诚，让人觉得单纯就是幸福。